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俺你做也，我做错，写入也家乡里啦，参路些呐，感觉落一人的别真正脱节耶。 Lo tu cho. Nga zi sheri ka lo gun je ne. Tering ka nu den cho la lo yung shi shi. 汤姆索亚也概念这比重，没恰。汤姆·索亚历险记下。镇上的人们找了他们好几天，急坏了，怎么也不见孩子们的踪影，渐渐的绝望了。星期天，镇民们在教堂为他们三人开追悼会。当人们悲情难抑之际，牧师发现三个调皮鬼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堂，来到亲人的面前。镇上要开庭审理彼得杀人案了。汤姆和哈克出庭为彼得作证，混在旁听席中的乔埃大惊，落荒而逃。汤姆和哈克成了小镇的英雄。汤姆的冒险心一刻也没有消失过。他知道传说中海盗都会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干枯的老歪脖树下，他和哈克要去寻宝。有一天，他们来到鬼屋翻寻时，真的遇上了鬼。乔埃和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准备把抢来的金币藏起来。两个强盗商量着要把这金币一同藏到2号十字架下面。这些话被藏在楼上的汤姆和哈克听得一清二楚。中大家没能记，你的嘛可错咋用？统计嘛行为，吃下弄的，人也推他些，让你们呢，周末去空呢，可什么家年年存的的，没那么小动随他找完就会对的啦。去边界，7、8点一点什么，我们可没我去空的来呢，前面的啦团把通啊，中大的配对也没谁比绝一点，成啥处呢？有这些的。汤姆东哈克尼成啥鱼呢？配对啦连蹦西，4年比这啦，有这些比圈儿，我差些的，也加追究些。汤姆东哈克尼中大穷穷个把握了这，汤姆一年穷个3点呢，给几张用脚嘛女，我觉得错脚去3个人间，刚医院比动物的更细些话专业，沟通哈克尼一怒错的送，年纪啦。可去这空里，养错马错些的，养才会端到些凶啊。乔尔东居民没些念得了团里，除比3个攻击战的些人的，交办年纪3个月前，奖状2年比5的公家追袭吧，追袭比改掐从马，空土个汤姆东还给你记3步高送。个人的拉蒂查吉。 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机械。若无其事，红梅可美，落荒而逃。一家追究。当人们悲情难抑之际，牧师发现3个调皮鬼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堂，来到亲人的面前。 没那么小动随他找完就会对的，区别级这个点一点什么，我们可没我去公的连你，前面的那团把通话的。当俺亲娘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若无其事，若无其事，就是指像没有那回事儿一样，形容遇事沉着、镇定或不把事情放在心上的状态。我们可没几把呢，轮到就用兄妹彼此的对吧那些。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就是指吃了败仗、慌张逃跑的状态。一家追究一般呢，黄卡女呢，卡就没把追一点。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
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其幽默机智与名气堪称美国最知名人士之一。其交友甚是广泛，迪士尼、魏韦德、尼古拉·特斯拉、海伦·凯勒、亨利·罗杰诸君皆为其友。他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林肯。其于1910年去世，终年75，安葬于纽约州艾马拉。2017年4月21日是马克·吐温逝世107周年。作品风格以幽默和讽刺为主，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主要的代表作品有《100万英镑的》。此外，马克·吐温还有自己的4大名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乞丐王子》《苦行记》。俺今年的他年撒巴地做下用这些。若无其事，红梅可梅，落荒而逃。一家追究。当人们悲情难抑之际，牧师发现3个调皮鬼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堂，来到亲人的面前。没那么小动随他找完结为对的，区别节。这个电影的什么？红梅可梅我曲共的连年，前面的那团把同啊的。老主错，前期电影个弄得充满写一选，但俺自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弄，红梅可梅几笔起的工人。C 若无其事。连地说，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电影个乱菜弄的用下经典啊。镇上的人们找了他们好几天，急坏了，怎么也不见孩子们的踪影，渐渐地绝望了。星期日，镇民们在教堂为他们3人开追悼会。当人们悲情难抑之际，牧师发现3个调皮鬼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堂，来到亲人的面前。镇上要开庭审理彼得杀人案了，汤姆和哈克出庭为彼得作证。混在旁听席中的乔埃大惊，落荒而逃。汤姆和哈克成了小镇的英雄。汤姆的冒险心一刻也没有消失过。他知道传说中海盗都会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干枯的老歪脖树下，他和哈克要去寻宝。有一天，他们来到鬼屋翻寻时，真的遇上了鬼。乔埃和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准备把抢来的金币藏起来。2个强盗商量着要把这金币一同藏到2号十字架下面。这些话被藏在楼上的汤姆和哈克听得一清二楚。老主错，电影个录着唱的那就建议，打充满 demo 起 demo。